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处暑拍死鸟鼠，这意思是到热是节气的处暑，天气悠然真热，连鸟鼠也都挡袂牢。虽然处暑伫个入秋后，也无气温悠然像热天，无秋天的凉爽，被称之为秋后热。尤其是到这个季节，依然有风台，风台就会带来雨水。另外，天气一个热，因为酸水发生意外，全台各地拢有。所以讲有唔惊7月半鬼，上惊7月半水的这个俗语。依照内政部统计，最近5年来，每一档渡水死亡人数平均超过400人。以新北市三峡的大坝溪来讲，就捌一天内发生27件渡水事件。所以讲提醒乡亲，耍水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危险的所在咱莫去。今日这讲的俗语是处暑拍死鸟鼠。